哎，姐夫，怎么了？老爷出什么事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啊？这皇上行大狱了。哎，这没看出来，这回真没看出来呀。此前没有任何端倪，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大变化？哎，这不我也忙着呢。这位主子，我还真小看他了。这不声不响的下起家伙来了，够狠的。那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听这旨意上的意思啊，抓的都是因科场案牵连的那些朋党。哦，是皇后和承恩宫那条线上的，应该没我的事儿。他们抓了多少人呢？城门口上都换了御林军，看样子少不了。赶紧收拾东西，走走走。去哪儿啊，老爷？回家呀！这鬼地方不能再待了。能走吗？当然能走了。这次来京为的是何玉春那件事。这种案子，贺为明已经当着皇上的面给了结了。案子一撤，当事人就可以离开，这是名正言顺的。哎呀，我本来就是辞了官的人，一个老百姓谁也管不着。哎，那马上收拾东西，现在就走走啊！走。咱们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先打个招呼。见皇上？我有病啊！是去和副中堂打个招呼，也算有个交代。那你们赶紧收拾东西，等我一回来，咱们就走。好。哎，刘宝，上！哎，让他赶快啊！哎，快，收东西，收东西。这。装好了，还有那几件。你看看这个还要不要？还是要放什么风啊？你要吓死人呐！什么呀？这床单洗了还没干，反正已经破了。我问问老太太还要不要了？不要，难道还留这儿啊？给谁啊？哎，都破成这样了，你还要？什么破烂都舍不得那扔。是银子买的。好，我再晾晾，再把它叠好了，包在包里头，给你带回去，行了吧？什么都当好玩意儿。挡什么道啊你？我以为是白无常呢。你才是鬼呢！讨厌！呸！你才讨厌呢！干嘛呢？人高马大的，怕成这样？哎呀，老太太，你别吓唬我了，车雇来了，要不要现在装？收拾好了就装，老爷回来马上走。好。哎，快把那边箱子装进去。吓唬我，跟做贼似的。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。这街上空空荡荡的，他有点瘆人呐。又没闹鬼，瘆什么人？那倒也是。宝哥，干什么？东西都装好了。知道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李大人，中堂，让你久等了。哎，上茶。李大人，请坐吧。请。请用茶。李大人找我有事。是这么回事。我那件案子已经了了，我看也没什么大事了，我想收拾收拾回去了。
回去啊？回哪里啊？我回老家呀。哦，中堂您忘了，我是辞了官的人了。哦，对，您是辞了官的。哎，这回因为何玉春的案子进的京，如今这案子已经了了，我来跟您说一声，就算是告辞了。告辞？啊？哦，对，告辞。中堂，您看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？您说什么？中堂，您怎么了？没有。瞧您这样子，就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追着似的。啊，李大人，瞎说不得，瞎说不得呀！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把中堂吓着了？不，哪里？说话小心点儿。哎呀，我知道是眼下这个大狱闹的，对不对？我看中堂您呐，恐怕还没有赶上过这样的大狱吧？哎，这一切皆出自圣才，圣上英明果断。哎呀，中堂如此谨慎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不过呢，中堂是个好人，真要有什么冤魂怨鬼的，只会磨恶人，不会缠到您身上的。谁是恶人呢？臣李卫恭请圣安。你看谁是恶人呢？臣跟中堂开玩笑的。刚才你说到兴大狱，这是朕的决断，你看怎么样？朕是不是恶人呢？不，臣是恶人。你李卫能做恶人吗？浑身那么光滑，连个水珠都挂不住。全天下都成了恶人，你李卫也成不了恶人。没有的事。唉，你要走了？是。这京城是首善之区，物华天宝，别人想进都难。你就那么待不住吗？臣说，什么？臣家里还有几亩地，种上了，一直没人管，都快荒了。是个理由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京城米贵，这些日子臣一直住店，花费不小。这点告老银子不经折腾啊。这么说，你是着急回去了？是皇上恩准，让臣辞官养老的。我看你耳聪目明的，还很硬朗嘛，脑子转起来更是飞快。臣已经不堪大用了。是吗？你辞官的时候是几品？臣领的是2品俸。少了，应该再进1品。从现在开始，你领头品俸禄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如今的朝廷中，像傅恒这样的人，经历尚浅。你是3朝老臣，在华马的手下，也是经历过几次大狱的，且号称能臣。朕不用你用谁啊？朕已经决定，这次大狱就交给你来处理，各司衙门均可节制，如何？皇上，臣家里想说什么？还要说家里那几亩地吗？好办，地荒了，欠收多少，让江苏藩库补给你多少，不亏你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那什么住店的花费，这更好办。来人，这马上知会内务府，看哪有闲置的宅院，找个宽敞的，给李大人收拾出一处来。这你是华马用出来的人，你也知道，先帝一向是除恶务尽。华马把你留给朕，也是天意，就使出你的手段来了。吏部的抵当查过了吗？查过了。名单列出来了吗？是。交给李卫。不管是门生还是故吏，不管是公开附和还是私下交往，无论是京城还是外省，凡此贱朋党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朕绝不姑息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臣听明白了。那就动手吧。撤。
刘宝，去个人看看，聊起个没完，到底还走不走啊？哎，谁是李大人家眷？我是他娘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跟我们走吧。走？去哪儿？奉命给李大人搬家。胡扯！我们都快走了，搬什么家？就是嘛。就是。两人呢，把东西给我搬走。哎，干什么？抢了！我哪儿也不去。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别误会啊，我们啊，是来给您道喜啦。你说什么呢？李大人升官了，眼下是头品大员了，皇上啊还赐给他宅子了，去看看吧。好大一座宅子，还是我给挑的呢。您老啊，享福了。你弄错人了吧？没错，李老太太。我儿子呢？啊，李大人接了大差事了。围着，快点！一个人都不能放走。李大人，吏部左侍郎王家琪的府邸到了。李大人，大人，请您发话。您看，这是名单，名单上有他。上面有的就按规矩抓吧。是。听着，凡16岁以上的男丁，给我一律索拿；女眷押往京郊碛营，再行发遣。动手！把门打开。老太太，看吧。妈呀，这院子可真够大的，住着挺吓人的。你那是穷命，院子还有怕大的？你才是穷命呢！这座院子好眼熟啊！啊，你来过？好像。谁家的？记不起来了。奴才哈其生，奴才呼延佐，恭请圣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他们两个是朕在雍底的时候陪朕摔布库、练骑射的巴图罗，现在是建瑞营的左领。真是一表人才呀！你们两个这些年还是有些出息的。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我让你们出来是要你们历练历练。奴才效命。眼下的大事就是铲除朋党一案，我把你们两个派给李卫参与缉拿。这个案中，你们不必太过出头，出头的事就交给李卫去做。李卫这个人，你们在雍底的时候也见过，油滑老练，既要跟他学些手段，也不要太受他左右。事事要用心，要学会办大差事，日后可以受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李卫正在城中查抄犯官，你们现在就去应诺吧。奴才领旨。皇上，真若是有意选用新人，让他们直接接手，也未尝不可。你不懂，这个案子毕竟戾气太重，开罪的人也会太多，朕不想让他们，包括你，进入太深，对你们日后不利。你们来日方长。那李卫他，
他是最适合的人选，但这个差使的人离朕太近不行，太远也不行，太新不行，太老也不行。那李卫他真的要当恶人了？你还可怜他不成？此人老练到家，而且处处不留首尾，连朕都能让他绕进去。这次我就要让他办差，而且不准他回身。大人，大人，下官无辜，下官只是给陈文公写过2封信，不过是一般的师生情谊，没干过别的。您不能让我家破人亡啊！大人，你高抬贵手啊！名单上有你，我也没办法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夫人她悬梁自尽了。李卫，你助纣为虐，不得好死！李卫，你不得好死！李大人，标下哈齐生，标下呼延佐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奉旨随李大人办案。那你们办吧。你不得好死！李大人是正差，还是李大人在前？旨意说要我们在李大人跟前讨教。大人请。这里可真瘆人呢，咱们走吧。谁啊？谁啊？这大白天的，会是？鬼啊！你干嘛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还吓死我了呢！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正在给老太太找地方晾床单呢。哎，老太太可真是的，这床单啊，哎，你瞧，都破成这样了，还让我给她留着。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碰到鬼了呢。你才是鬼呢！讨厌！喂，你还举着吓人呢？我吓鬼！哎，你过来，把这个拿过去啊！老爷回府喽！哎，这，哎，哎，你怎么一去不回啊？哎，老爷接了大差事了。你知道什么呀你？什么差事啊？不会是皇上把这大狱交给您了吧？真他娘的见鬼了！
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造孽的差事啊？这个就叫做帝王心机呀！办这个差事的人离皇上太近了不行，太远了也不行，既要老道，而且又不能计较日后的前程。姐夫，我看这事儿啊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这是要往死里用我。真是的。哎，老爷，我们知道这院子以前是谁的了。谁的？这座宅子原来的主人是查良寺。哎，老爷，您看。查良寺。这座院子我小时候跟我爹来过。耳熟。您忘了，这是雍正11年的一起文字狱大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死了好多人。我听我爹说，那是个冤案，16岁以上的男丁全都被杀了，女眷被送到了边疆旗营里，给披甲人为奴。这是一个模子。哎，老爷，弄不好啊，眼下这又是个冤狱。我看啊，您千万不能沾边儿。就你聪明。老爷，来了2位左领，要催您去查什么大狱。哎呀，催什么呀？呀个呸的！哎，什么左领？哎呀，皇上的2个亲信奴才，跑到我这儿来监军的。哦，把这个放好，该供到什么地方供到什么地方。人已经招上了，别再招上鬼。哦，知道了，老爷。快点。呸！走，快点！快走，快点！连会试大典都敢拿出来做文章，就更令朕痛恨3分。自古天道无亲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动了朕的社稷根本，朕绝不能让他办。凡朋党纠结，朕就要以连坐论处，谁也别希望再有什么恩赐上出。3位，3位大人，大人，是您的吗？这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哦，那是您的。不，方大人，这一定是您的了。这不是，不，这是别人送的。不，我自己买的。这上面的诗，是我抄的一首唐诗。你好好收着吧。李大人，我说的全是真话，我不挨边啊。我跟谁也不挨边啊，李大人。不关我的事啊，李大人。我说老太太，这个姓查的跟咱们无亲无故的，你给他弄这么多好吃的，活人少吃点没关系，敬神敬鬼的可不能怠慢。这家人呐，遭了灭门之祸，是不是有冤屈也不知道。
可是现在咱们就住在人家的宅子里面，要是有什么冤魂怨鬼的出来闹啊，哎呦，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那摆在那儿也太可惜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做敬鬼神而远之。我们老太太呀，长学问啦。你们慢慢学吧，我懂的东西可多了。哎，海菊啊，到庙里请两炷香，没事上一点儿，也算是帮助人家敬敬祖了。走。这位官人，可想推一推修旧啊？我反正是出门碰到大头鬼，推不推啊，都那么回事儿。这倒是实话。看你面带清白之色，的确是营门有煞呀。哼，我先说了，你跟着放马后炮，算什么本事？所谓修旧者，有前因有后果。官人说了前因，后果嘛，尚在未知啊。那你就说说吧。大凡神鬼二道，都脱不开轮回报应。积善因自有善果，若结了孽缘，就会噩梦缠身。那你看我现在这副德行，是前因呢，还是后果呀？伏羲演卦乃首尾相衔，所谓伏羲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呀。你这些江湖术语四平八稳，两不沾边，我呀3岁就会了，还用你说？哼，既然3岁就出了道，为何还在这里喝闷酒啊？我这不是赶上了吗？所以，还需求助化解之道。那好，你就给我画画吧，画明白了，我请你喝酒。从面相上看，官人的印堂之上有一线冲天之气，直泛95。看来，官人眼下的困顿，来自于至高无上的天下一人呐。有点道行，接着说。你左眉高，右眉低，说明你并非忠心事主啊！哎，这可不能乱说呀。每个人的命都写在自己脸上，不是贫道信口胡言。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你官格方正，天方地圆，自然是出入官场之人，而且官做的还不小，不想做都不行。别人想当当不了，你却想辞都辞不掉。你这个杂毛老道，说我能当官，又说我不忠心事主，我找死啊！哼，做臣子是一回事，死心塌地的做奴才又是一回事。同样入仕为官，可以为民请命，也可以助纣为虐呀。如今是乾隆盛世，天子圣明，你说这话就不怕闪了舌头？你目光游移，说明你言不由衷啊。
你还看出什么来了？我还看出你天良未泯，尚可救药啊！你还挺能夸我啊！天地之间有一物，那是人；人的头角之间有一物，那是心。所以无论天多高地多厚，心都永远居于正中，永远是万物之灵。只要心放正，即便是侍奉一个昏君，也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你看见没有？别看这包子个头不大，吃着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有容易的，从人到鬼，不过一线之隔。哼，你真别吓唬我。酒壮怂人胆，我什么没见过？你们跟着我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二位小爷，没进过道观吗？哼，我看你啊，不像住在道观里的。那我住在哪儿啊？我看你是住在哪个山寨里的吧？像个反贼。二位也会相面？你刚才所说的，我都听见了。居然敢辱骂朝廷，毁谤圣上，那又怎么样？嘴长在自家身上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大胆！哎呀，让什么年轻人，留着气力去行行善事吧。少来这套，跟我们走。去哪里呀？回去审审你。我要是不愿意呢？那就不客气了。不会是见鬼了吧？走吧。哎，这是已经抓捕的名单，京城86人，外省42人，16岁以上的男丁是360人，女眷510人。有遗漏的吗？三法司正在审核。要除恶务尽，不可遗漏。是。三法司请旨，外省的犯官是就地审结，还是押送京城？朕信不过那些外省的刑狱，人犯一律押解进京，交给李卫，让他会同三法司统一居审。告诉李卫，要正供详实，不要让人说朕冤枉了谁。是。
吓死我呀你！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打扫打扫啊，我擦擦桌子啊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啊？人？没有。什么人啊？哎，你没有看见一个穿一身白衣服的人吗？我胆小，你可别吓唬我。奇怪呀。没人呐。不，我刚才看见了，肯定有一个穿一身白衣服的人。还一身白？你是不是眼睛花了？我们分头去看看吧。你吓死我了，就像做贼似的。您看没看见一个一身白的？什么一身白啊？就是从头到脚全是白的。啊，上次见到我也吓一跳。您见过？那是咱们家的石榴嘛，顶着白床单到处跑，我还以为是白无常呢。哼，好你个石榴，看我把鸡吃了，你生气是不是？大白天的没事，你顶个白床单吓唬人玩。嘿，石榴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吓唬谁呀你啊？我告诉你，那鸡我吃了，一根翅膀都没给你留。你想吓唬我？出来！嘿嘿，出来呀！啊！你骂谁呢？我看你，我刚刚看着你。哎，怎么了，里面？你在说什么啊？走进去看看。走了，走啊！进来。你看哪有人呢？发什么疯啊？哪有人呢？神经病啊你！刘宝，刘宝，刘宝，你怎么了？主审官李大人到。李大人，请。李大人。李大人，各位辛苦了，坐坐坐。
李卫奉旨，主审此案。各位辛苦了啊！听候李大人差遣。坐啊！这一共抓了多少人呢？回主审，现已抓获到案的京官86人，外省42人，16岁以上的男丁是360人，女眷510人。各位，大人示下。这么多人怎么审呢？大人示下。就挨着个来吧。大人示下。呀，前3个是什么人呢？传。刘宝，刘宝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我哪知道？一进了那个小祠堂，不知道看见什么了，他就变成这样。你看见什么了？鸡？什么鸡啊？鸡跑回去了。糟了，撞上了，一定是撞上了。撞上什么了？你别吓我。八成是撞上狐仙了。